如果今日 agent 嗌你將嗰個3%嘅定期啦，直接入去嘅私人戶口，佢話咁樣比較方便嘅話呢，咁樣你要小心啦。關於呢個問題啦，我建議大家唔好因為一句方便而直接俾錢嘅，因為喺買房嘅期間啊，3%嘅訂金啊，唔係一個小數目嚟嘅咧。首先你要確認嘅就係呢一筆錢你會俾邊個？OK，因為有啲交易咧，訂金咧係會俾嗰啲有賴身嘅 agency 公司咧，放喺嘅 account 做保管嘅，或者係你可以直接打俾律師樓都可以。如果今日有 agent 同你講直接入去嘅私人戶口咧，第一你要問清楚佢呢個錢有冇得到買家嘅同意。第二，有冇正式嘅文件啊，或者係證據證明呢筆錢嘅用途呢？第三，如果之後呢個 deal 唔成功嘅話啦，呢一筆錢點樣去退翻嚟，跟住點樣去負責？所以千祈唔好一句說話方便就將幾萬蚊嘅訂金transfer 出去咗，因為一旦發生爭執嚟講嘅話啦，會變成好艱難好處理嘅嘢嘅。所以如果有咩疑問呢，先去問你嘅律師。再決定我哋點樣去做，所以關注我哋，帶你了解更多嘅法律資訊。多謝。